又嚟到睇靚盤嘅時間啦！今日我哋再次嚟到柏傲山參觀一個兩房嘅單位。如果要喺天后區揾一個新少少嘅屋苑，有鄰近港鐵站，加上民生商鋪，呢度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兩房兩個浴室，升級嘅會所，社區嘅成熟，呢度落去幾站都只需要幾分鐘，而且仲有超市喺你附近。今日我哋嚟到柏傲山。由於大門口係冇玄關，令到長方形嘅客飯廳更加可以靈活咁安放家私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個係中層嘅單位，由露台望返出去都有唔錯嘅開揚景觀，而單位亦都有唔錯嘅採光。而廚房係單排嘅設計，喺廚具上保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嘅單位實用有735尺，可以睇到第一間房安放咗單人床之後，都仲有空間可以安放到衣櫃。而房間裏面嘅浴室亦都有唔錯嘅空間感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嚟主人套房之前，先嚟旁邊睇一個儲物室。由於儲物室有個冷氣，唔知你有點嘅使用空間呢？而主人套房係開即方正，再加上曲尺型嘅落地玻璃，增加咗唔少嘅採光度。由柏傲山步行落地鐵站都只需要幾分鐘，而且佢都會途經超級市場。如果你想住得方便，又想享受下豪宅級嘅生活、豪宅級嘅會所，可以聯絡我嚟參觀下呢個屋苑呢。